嗨，大家好，我是探平树。今天是2025年11月20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恒大清盘，聊一聊中国的房地產。咱們先看房企消息这個萬科又召開股東大會了大家也知道，每次萬科一召開股東大會萬科就有負責人出來講話。萬科很多這個負責人講話有的時候就成為房地產行業的一個風向標，或者是貌似風向標吧。它叫金句頻出對吧？很多房地產行業的金句都是由萬科這個管理層，尤其是郁亮說什麼都容易成為金句，什麼房地產白銀時代過去了，什麼讓萬科活下來等等那麼在今天的這個萬科臨時股東大會上，郁亮又說了郁亮出席會議並就房地產市場趨勢問題回應稱，隨着政策持續落實，合理住房需求逐步兌現，行業有望逐步走出調整期，邁向穩健發展新階段。沒有了往日的金句因為畢竟他不是董事長了嘛，現在只是一個副總裁，說話也沒什麼底氣，而且滿滿的求生欲估計現在正在煎熬之中還能說什麼呢？萬科現在不容易也就是在這個股東會上萬科管理層表示，當前公司在各方支持下，正在全力以赴做好經營，改善管理，後續會進一步通過資本運作剝離部分與公司戰略關聯度不高的業務和資產，改善現金流和資債結構。翻譯一下就是把該賣的都賣掉，只留主業開發房地產。而且恐怕只關注這個住宅，其他的都作為這個剝離的對象，賣掉之後改善現金流改善負債。今天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新聞是上證報報道這個新聞一般人可能會忽略，但是我認為這個新聞意義非常重大。說的是什麼事呢？這個華夏幸福這個 A 股房地產上市公司說現任董事對公司預重整相關事宜提出異議。對此，華夏幸福相關工作人員表示，關於預重整的相關事項，公司已經披露相關公告，後續如果有最新進展，公司將嚴格按照相關法律法規要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會第一時間發布最新公告。這個至於他公告有什麼問題，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什麼呢？重要的是我又看到了華夏幸福居然現在開始搞破產重整了，學那個重慶的叫金科股份，重慶金科股份這個上市房企重整成功了至於到後面以後會怎麼樣不知道總之人家重整成功了。為什麼要說華夏幸福很有意義呢？有很多網友應該記得實際上華夏幸福暴雷在恆大之前，第一是由於華夏幸福它體量不大比恆大小嘛，它的負債好像只有一兩千億當時那還是房地產烈火噴油的時代在河北地方政府的這個支持之下，華夏幸福暴雷之後就開始了叫債務重組，就像現在碧桂園和融創幹的事情是一模一樣。債務重組就是把債權人叫到一起攤牌，我現在是這個情況怎麼辦？那搞出各種化債方案，債轉股對吧？留債延長這個期限，前10年不還本金只還利息等等各種化債方案。作為上市公司都披露了相應的公告和程序，它債務重組成功了。我記得它是債務重組成功之後沒多長時間，恆大就爆雷了。那現在你看華夏幸福進入破產重整，什麼意思實際上就是說那個債務重組沒有用，換湯不換藥。債務重組只是把債給它捋一捋，債權人把嘴閉上，別搗亂，咱們同舟共濟共度難關，共克時艱。但是債權人把嘴閉上，你這房企就有救了是嗎？只是延緩對吧？最終還是要破產。你看看走到破產，因為你房子賣不掉嘛。大家還記得吧？華夏幸福最大的債權人就是平安銀行、平安集團，是平安集團作為這個重整人對吧？債務重組又變成大股東，把他的債很多變成股，所以他就又变成了這個華夏幸福的第一大股東，又成為第一大債權人。即便後面由平安銀行、平安集團這麼拖着，華夏幸福依然避免不了破產重整。所以大家通過華夏幸福就應該能看到融創和碧桂園未來的結局。現在網上炒得比較重的、炒得比較歡的很多人不懂嘛，很多財經媒體都不懂把這個融創碧桂園債務重整成功債務重組協議投票通過了，在那兒一頓猛吹你看有媒體報道這個證券時報報道是吧？強制可轉債成港股房企債務重組利器，行業轉型與風險化解同步推進。在房地產行業深度調整的當下，債務重組已成為出險房企化解風險的關鍵，其中強
強制可轉債憑借削債加轉股雙重屬性，成為碧桂園、融創中國、旭輝控股等頭部房企債務重組方案中的關鍵工具之一，推動行業從短期續命向實質削債，為房企穿越週期提供了創新範式。受訪人士指出強制可轉換債券的本質是以時間換空間升級版，轉股加留債組合模式，既可以貼合房企當前的償債能力實現，又為債權人提供了兼具安全性與收益性的選擇空間。那下面介紹了碧桂園還有融創他們的債務重組成功，重組通過是債權人對公司未來的認可，將為公司恢復正常經營爭取寬鬆的時間。接下來就是系統性推進轉段。碧桂園董事會主席楊惠妍表示轉段就是一次蛻變，更是碧桂園的2次創業。遺憾為什麼我要強調這個華夏幸福呢？實際上華夏幸福它就在前面給這些暴雷房企打個樣，歸根結底，只要房子賣不掉，只要韭菜不買房，你玩什麼花活那只是延緩，改變不了這個結局暴雷是必然，最後是破產重整。破產重整什麼意思大股東你出局，小股東利益让出來，債权人你把債消掉沒了。看看那個金科重整怎麼整的，債務消掉了，一個企業輕裝上陣，只是他換了主人，債也沒了，重新來過，那個叫2次創業。你看你這個債務重組，你大股東還是大股東，對吧？這個融創還是孫老板在管，碧桂園還是楊老板在管，破產重整就不一樣了老板換了，你這個債務重組債務叫重組，只是在報表上挪來挪去的，房子一套也沒見多賣，是不是這個邏輯或者你在報表上整來整去的，就能把個企業整活了，那多容易你歸根結底還是对吧？你要造血能力就是你房子能賣得掉，你手上的土地能開發成房子，能加價賣給韭菜，你這才能活過來否則活不了。所以這些很多財經專家也是半懂不懂說到房子賣不掉，對吧？這是當前的一個最大的問題，通病就是房地產市场低迷，韭菜就是不買，那怎麼辦呢？不買那就想方設法的，对吧？引誘你買，刺激你買。所以今天這個小作文又來了，沉寂了很長時間的這個路邊社對吧？什麼這個社那個社又開始小作文了。這個今天這個 A 股、港股、地產股大爆發。今日盤中，房地產板塊突然拉升，在港股市場，融創中國一度大漲超 12%， 碧桂園一度漲超 9%， 富力地產、萬科企業、世茂集團、碧桂園、佳兆業、貝殼等紛紛跟漲。在 A 股市場，地產股也集體異動。11時左右，我愛我家直線拉升，該股股價從跌 1% 至漲停板，用時僅2分鐘，那這一看就是消息刺激的2分鐘從跌 1% 到漲停，那不就是有消息刺激吗？說緊隨其後，世聯行也封死漲停，福星股份、招商蛇口、濱江集团、金地集团、萬科紛紛跟漲。我今天還專門看了一下萬科的股票，因為萬科昨天創了10年新低昨天好像跌到6塊左右了吧？我以為他今天要破6塊，準備發表一下感慨，結果它漲了。我當時還沒注意到有這個傳聞我只是覺得這個萬科是不是創了新低之後反彈一下，沒想到還是受這個利好消息就是小道消息影響，萬科已經創了10年新低還在創新低。這個關於房地產股票我一直說任何一次反彈都是你逃命的最佳時機，对吧？能跑趕緊跑，它是沒有什麼前途的，它就是有什麼政策那也只是說讓房地產能暫時延緩一下。這個房地產高歌猛進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對吧？不要還在這個你像那個建工爺叔死死的抱着這個上海建工，那個實際上就是房地產的相關板塊嘛。分析人士指出房地產板塊走強跟當天的一則行業利好傳聞有關。據悉，這則傳聞來自外媒，但尚未獲得官方證實。這是券商中國報道那傳聞的這個利好是什麼呢？外媒對吧？這個小道消息、路邊社的消息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我看了一下其實大家猜都能猜得到什麼意思呢？這無非就是政府要出大招呗，要救楼市呗。那你說政府出大招還能出什麼大招呢？不管出什麼大招我先告訴大家，他能管2-3月，如果这個招夠狠的話，能管4個月就完了，然後就又回到原有的軌道上，對吧？去年那個招夠狠的吧？去年9月份出了大招，管了3個多月、4個月，你今年再出，你還能出什麼大招？你就是再大的招，那也就管3-4個月。現在韭菜不買房，難道是僅僅因為你利息高嗎？難道是因為你契稅高嗎？難道是因為你這麼限購嗎？根本就不是那你出這些小恩小惠能解決問題嗎？這個路邊社的消息說說知情人士稱中國金融管理部門在考慮採取一系列措施，為股市的一些投機行為降溫。說
類似舉措中，中國於9月開始為消費貸款提供利息補貼，以刺激家庭支出。居民可獲得1個百分點的利率減免，減免上限根據貸款額度確定。近幾個月來，在早期措施和如降低貸款門檻和放寬多次購房限制未能遏制市場下滑後，要求對住宅房地產市場提供更有力政策支持的呼聲日益高漲。該國3大城市北京、上海和深圳在上個季度放寬了購房要求，尤其是在郊區。然而，無論是新房還是二手房，10月份的價格跌幅均創下至少1年來最大紀錄。惠譽稱儘管有刺激措施，中國住宅銷售下滑仍將加劇。這惠譽觀點說中國考慮要求由中央政府管理的企業購買住房，就是由央企購買住房。大家覺得這可能嗎？這簡直是異想天開。這個銀行都在賣房子，各地國資委都在賣房子，你讓央企去買房子，這是什麼操作啊？中國房地產低迷將持續超出預期。瑞銀表示該計劃旨在通過補貼新抵押貸款的利息成本來吸引購房者回歸，他們一直不願意進入一個自由落體式的市场。中國42個大城市首套房平均貸款利率近幾個月徘徊在 3.06% 左右，而去年10月中國出台房地產刺激方案時曾創下 3.05% 的歷史低點。與此同時，中國消費者仍堅定處於去槓桿模式，受到收入預期疲軟以及經濟放緩中日益增長的不確定性阻礙。第2和第3季度住宅抵押貸款餘額縮減至 37.4 萬億元，較2023年年初峰值下降約 4%， 數千億元人民幣的抵押貸款可能已處於負資產狀態。這一趨勢或將加劇，這將抑制購房者信心，並導致房屋銷售進一步下滑。這種情況可能加劇中國房地產開發商庫存的貶值，同時降低債券持有人資產回收價值。這個就涉及到銀行說去年中國取消了全國性個人購房者抵押貸款利率下限，旨在降低借貸成本。隨後，央行允許其監管地方利率自律机制自行決定辖區內是不是仍要嚴定利率下限。根據知情人士透露說該計劃至少第3個季度就開始討論，當時房地產市場銷售和價格的下滑加劇。他們補充說實施的時間和具體政策仍不確定。中國一直在試圖遏制其持續4年的房地產低迷，這場低迷已對從家庭財富到消費和就業方方面面造成壓力。儘管大約1年前政府加大支持力度後，住房市場略有回暖，但這一勢頭很快便消退。自第2季度以來，房屋持續銷售下滑，上個月固定資產投資也大幅下滑。惠譽評級的分析師上月警告稱，房地產市場前景暗淡，加上家庭償還抵押貸款和其他個人貸款的能力減弱，意味着明年銀行的資產質量可能惡化。銀行的資產質量惡化咱說了2年了，但是银行的股價、银行的利潤節節攀升。找谁说理去怎么解釋截至9月底，中國銀行業不良貸款激增至創紀錄的 3.5 萬億人民幣。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未回應置評請求。這個網傳的救市措施大概有3個方面。一個是首次在全國對新增個人住房貸款提供貼息，就像那個消費貸貼息一樣，你住房貸款也得貼息。這個實際上我在以前節目也說過，對吧？我覺得這個應該推行你消費貸能貼息，那些韭菜買房子的為什麼不能給人貼息呢？大家想想是不是這邏輯就是你消費貸你給人家貼息貼到2%幾了，那人家買房子難道不是消費嗎？為什麼不是給人貼息？第二個說提高房貸借款人專項扣稅，什麼意思呢？就是你買了房子，那你的個人所得税就要做减免，就在你专项扣税裡面那不个人现在咱们不得有专项扣税吗？你在這裡面恐怕你有房貸的話你就每個人給你扣多少。第3個是進一步降低住房交易契稅。怎麼說我剛才說了無論是個人專項扣稅，對吧？你少交個人所得稅，還是
住房貸款貼息，降低住房交易契税，这個意義不大。當然，對買房的人來說是好處啊，這是實實在在的實惠，對吧？如果你現在已經買了房了，再還按揭貸款，對已買房的人來說啊，那減輕了負擔，那省點是點，對吧？現在按揭貸款利息是3.1%左右，哎，給你貼到2.5%，對吧？給你貼個0.5%、0.6%，甚至給你貼個1%，那你一下子吧，就是按揭貸款這個利息就少多了。然後你專項扣稅啊，對吧？你也少交稅，這個對已經買房的人來說是，如果實行了啊，那是切切實實的一個利好，一個大禮包。那這個禮包還不小啊，但是我不相信啊，我不覺得有人會因為這個禮包而跑去買套房。也就是這個政策啊，有點作用，會刺激一下有的剛需韭菜，對吧？跑去買房，但是啊，效果啊一定會沒有預期的好，和以往每次救樓市措施一樣，恐怕也就影響個1個月吧。還有什麼政策呢？對吧？除了這個政策，還有政策就是北京、上海放開限購。還有什麼政策？你猜一猜吧。還有什麼政策？除非北京、上海買房給戶口，就是戶口還沒放開的地方，買房立馬給戶口。那這個對全國的房地產影響，對吧？這個很難定性，對吧？只對北京、上海有利，甚至啊，北京、上海的房價穩住了，全国其他地方加速下跌都有可能。因为你北京買房給戶口，那行，那我把合肥的房子賣了去北京，那有人肯定這麼幹。那你北京，對吧？那就相當於吸全國的血，不就這意思嗎？或者上海，一個邏輯啊。還有什麼政策呢？工具箱裡沒什麼政策，你這個治不了根嘛。根是什麼呢？是韭菜覺得房價貴，就是房價和收入之間差距並沒有明顯縮小，你要麼就是房價下降，要麼就是韭菜的收入提高。第二個就是預期，對吧？這個大家對未來預期不好，那你通過這些政策，它解決不了這個根本問題啊。所以說啊，這個網傳的這些小道消息啊，救樓市聽聽就好了，對吧？即便它真有，也解決不了問題。那些炒股的人呢，千萬不要頭腦一熱又去搶這個房地產股。我在想啊，是不是最近有一波人呢？你看啊，又是銀行賣直供房，銀行直接賣房，又是地方國資委賣房，哎，然後又莫名其妙啊，又來個房地產稅重提，就感覺好像房地產還這個跌得還不夠厲害，對吧？還有人呢要來這個給它加速一下，有這種感覺吧？第4季度啊，這個樓市本來的數字就非常難看，這明顯就是加速了。然後你這個時候突然鋪天蓋地的啊，銀行直接賣房，國資委賣房，然後莫名其妙來個房地產稅，希望這個房地產在加速。那這個時候出來一個這個外媒消息啊，小道消息，給人感覺好像是另外一撥人出手了，对吧？像力挽狂瀾，你這兒給他加速，我這兒給他穩住。你看今天媒體啊，這個至少我隨便看了有7、8家媒體在報道銀行批量賣房子。你看有大和財雷方報道叫當銀行開始批量賣房子，它真正暴露了什麼？時代週報啊說普通購房者適合買銀行直供房嗎？估價200萬房產150萬成交。新浪財經報道啊，當然這個是證券時報報道，說多地國資平台掛牌賣房。中國商界雜誌社報道啊，銀行直供房批量上架。鳳凰網財經報道啊，普通購房者適合買銀行直供房嗎？是不是吵起來了？鋪天蓋地的，你不看都不行。那給網友，對吧？給這些剛需房，給這些人造成個什麼印象？不就是房子越來越多嘛，對吧？連銀行都開始賣房了，那我更不能買啊，我跟着等啊。最近啊，有很多媒體報道香港的樓市啊有企穩的趨勢啊，已經連續9個月房價穩住了。當然了，也有人說啊，這個香港實際上房價沒有穩住，香港經濟還是比較這個堪憂的，各執一詞啊。大家看一段視頻啊。香港商鋪空置率破紀錄，千億帝國一夜崩塌，旺角街頭招租告示如雪片般覆蓋鐵閘。奶茶店老板老陳指着對面空置2年的鋪位，這裡曾賣珠寶，月租100萬天在，30萬也沒人問。不遠處鄧耀生家族200間商鋪的傳奇，隨7億養老院投資失敗化為泡影，從身家700億到破產清算只用了5年。香港網店現在還有人在逛嗎？曾幾何時，旺角電腦中心以每月280萬港幣租金刷新商業紀錄，電子發燒友擠在密如迷宮的櫃台間砍價裝機，那是 PC 時代最熾熱的消費圖景。而如今商場玻璃上旺鋪招租的紅紙在日光下褪色，3樓半層商鋪拉着捲簾門，整棟樓只剩保安與快遞員的腳步聲回盪。這個曾被稱作一棟樓等於一座銀行的地標，巔峰時租金漲幅比 CPU 頻率還快，如今卻在2023年陷入超1/3商鋪空置的困局。當北京中關村海龍大廈只剩維修店苟延殘喘，
當廣州百腦匯因持續虧損閉店，旺角電腦中心的凋零，不僅是香港商鋪神話的謝幕，更撕開了傳統商業在電商浪潮下的集體傷疤。從年收租3300萬港幣的電子心臟到門可羅雀的招租空樓，這座建築究竟如何被時代拋下？1991年，旺角中心道的豪門酒樓轟然易主，被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地產商人鄧成波以6000萬港幣買下。90年代初的香港，電腦市場正從貴族玩物轉向大眾消費，家家戶戶開始配置 PC。那是 PC 剛起飛的年代，互聯網還沒普及。彼時的旺角正是年輕人最多、電子消費最密集的地段，而旺店的選址正是香港最具人流的區域之一。從這個報道來說啊，這個香港也是旺鋪不旺啊。我記得我2月份去香港的時候，那人還是很多啊。這大街上這個逛商場的啊，就是逛商場的人多不多不太清楚，因為他那個大商場人還是好像不是太多。但是那個門店啊，就是路邊那個小店啊，那人还是有的。當然了，跟10年前比還是差一點。10幾年前啊，去香港那是摩肩接踵啊，各大商場裡面那結賬的時候都是排隊啊。如果經濟沒有穩住，房價也很難穩住。這個我想能認可。香港的房價穩住了，給內地的房價也就提供了一個環境吧。如果香港的房價喋喋不休，那你內地的房價你也很難說穩住。我們再看看這個西安啊，今天有媒體報道啊，說西安4代住宅得房率最高達150%，買房贈送面積是餡餅還是陷阱？西安的所謂4代住宅出現了百人搖號，得房率最高達150%，逆勢飄紅的背後卻隱藏着一些問題。那些讓購房者心動的贈送面積大多無法獲得產權登記，隱藏着未來合規風險。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副院長嚴躍進表示啊，高得房率加劇了市場分化，需警惕噱頭多如實質，實際得房縮水等現象，應持續關注其規範發展。實際上這個新聞重點在於什麼呢？如果真的得房率150%，當然噱頭除外啊，如果噱頭的話，對吧？人家拿這個炒作，實際上是假的，那就算上當受騙。如果你真的第4代住宅得房率150%，那你想一想吧，你西安的二手房價你還不得跌一跌啊？你跌一跌的不夠，跌2跌，跌3跌啊，对吧？那誰還去買二手房呢？這新房得房率是150%，我買100平米，到手的是150平米。我買那二手房，我買100平米，到手是70平米，對吧？那你說誰還去買二手房？那二手房房價不掉嗎？對吧？所以從目前这個趨勢來看，各地啊都在搞什麼4代住宅，什麼對吧？造好房子，然後什麼高得房率，實際上這些對吧？這些越得到認可，越對那個二手房造成打壓。這個山西晚報啊刊登一篇文章，叫法拍房線上叫賣是餡餅還是陷阱？跟那個西安的那個第4代住宅一樣啊，餡餅還是陷阱？他是這麼說的啊，他說這個中指研究院呢最新數據顯示，2025年1月到10月，全國法拍房成交量量價齊跌。與此同時，2025年10月，太原法拍房市場逆勢升溫，成交量同比激增70%，價格低於市場均價，吸引力讓不少購房者心動。隨之而來的是，社交平台湧現一批宣稱專業法拍主播出售法拍房，線上直播出售法拍房是否靠譜？法拍房真的便宜嗎？這個是山西晚報看到的文章很長啊，我就不介紹了。說線上宣傳真假參半，也就是大家啊，如果真的要買房子，在網上看到這些主播在賣法拍房，還是要小心一點啊！這個法拍房的坑多。但是我想說的是什麼呢？我想說的是山西太原呢，為什麼跟全國不一樣呢？全國法拍房是量價齊跌，但是太原的法拍房是逆勢升溫呢。10月份啊，成交70%，是不是說明太原破產人更多，斷供的人多？太原对吧？山西是個資源大省啊，資源型城市，恐怕這2年經濟也不行，對吧？煤炭價格估計在下行吧，對吧？資源型城市，這個山西的這個不就是資源大省嗎？那其他地方可能是乏善可陳。這個長江以北的這些省會城市，有一個算一個，是不是都在走下坡路啊？都在萎縮啊？所以這個太原啊，10月份法拍房居然成交量激增70%，不是好現象啊，對吧？你是那麼多人的房子被法院拍賣掉了，对吧？又有多少人破产，多少人的夢碎呀？哪來的那麼多房子拍賣呢？法院拍賣那是強制執行。
它跟那個阿里淘寶這個自己拍賣還不一樣。自己拍賣就是你想把你這房子賣出去，找個拍賣公司，對吧？你給人家錢，人家在平台上去掛去拍，那是你自愿的，可以这么做啊。但是法院拍呢是强制的啊，意味着你这个人已经资不抵債了，是破產。好，這期節目啊，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